美国国务院于11月3日即美国总统大选日发布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说，在东突厥散有数百万人生活在严重压迫之下，例如高科技监视、宗教和种族压迫、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被迫在参加强迫劳动，他们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他说，今天维吾尔族被迫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虔诚，放弃宗教信仰，放弃个性，并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感谢。11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批评中国政府压迫维吾尔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承诺尊重联合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但是他们日益增长的专政和对家庭自由的系统性限制完全违背了国际秩序的性质。他援引美国国务院专门针对维吾尔人设立的网站上的内容。同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11月4日发布了有关各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年度报告。报告说，2019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利用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建立了基于监视少数群体的高科技监视国家。美国政府宣布将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自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中国对华府此一决定表示不满。美国政府联邦公告刊出国务卿蓬佩奥通知，表示撤销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的恐怖组织定性。2004年，美国政府把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当时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美国认为与中国有共同的目标。国务院发言人指出，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从名单中移除，是因为10多年来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继续存在。中国外交部表达不满，批评此事暴露美方的双重标准，应立即纠正错误。中国经常把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拿来当作合理化在东突厥散严厉镇压维吾尔穆斯林的借口。根据非官方的结果，乔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多个欧洲领导人纷纷发出祝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衷心祝贺拜登先生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并期待与他会面。德国外交大臣马克思表示，他希望西方国家再次成为联盟。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我期待着与您在从气候变化到贸易与安全的共识事业上紧密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的声明中说，美国人选出了总统，祝贺乔拜登。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一起努力。希腊总理米霍克斯是庆祝拜登的欧洲领导人之一。当许多国家元首向拜登发来贺电时，斯洛文尼亚总理杰尼茨·扬萨呼吁对选举结果保持谨慎。另一方面，特朗普坚持声称自己才是大选的赢家，并继续指责选举中存在欺诈舞弊。但是他的数条推特都被加上了这条关于大选的内容存在争议的标签。在多家美国媒体宣布拜登获胜后，伊朗第一副总统贾罕吉里表示，德兰黑希望看到华盛顿的破坏性政策有所改变。贾罕吉里在推特上表示，终于特朗普以及其冒险和好战的团队的时代已经结束，希望我们将看到美国的破坏性政策发生变化。对于白宫将易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推特上说，委内瑞拉永远准备好与美国人民和政府对话，寻求彼此的谅解。中国发射首颗6G 人造卫星。据报道，全球首颗6G 实验卫星电子科技大学号搭载长征6号遥3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6G 实验卫星和其余12颗卫星搭载长征6号遥3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报道称，太核磁通信具有频谱资源丰富、传输速率高、易实现通信感知一体化等优势，在地面和空间通信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是全球第6代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之一，比5G还要快，而且较不受干扰，应用的潜力非常高。